肩周炎復康運動。呢條影片會教大家做一系列嘅復康運動，去改善肩關節嘅活動幅度，同埋強化肩部肌肉，去改善肩關節嘅功能。肩周炎嘅患者一般會經歷幾個階段，會有唔同程度嘅痛楚同埋關節僵硬。運動嘅時候要因應自己嘅情況作出調整，做動作嘅時候以微痛為限。如果做完運動感覺膊頭痛多咗少少，下次運動就應該降低運動量。如果有其他不適，應該立即停止運動及尋求專業意見。以下落嚟嘅運動，我將會以右手作為示範。首先，左手扶住桌椅，右手拎住水樽，右腳向後踏一步，前後分隊企穩，腰背挺直，身體向前傾，好似鐘擺咁前後擺動右手10次，跟住左右擺動10次，順時針擺動10次，同埋逆時針擺動右手10次。肩部放鬆2，我哋腰背挺直坐好，兩邊膊頭向後打圈10次，然後再向前打圈10次。之後我哋會用一支木棒去協助活動肩關節，大家亦都可以選用長遮又或者拐杖。肩膀前屈，呢個動作可以有兩種做法。右邊瞓喺度嘅版本，由於有地心吸力嘅輔助，會較為輕鬆。兩隻手平排咁樣捉住木棍，一齊向上舉。而坐喺度嘅版本就會用右手捉住木棍嘅頂部，左手輔助將右手向上撐，維持5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重複1至3次。肩膀後伸，右手捉住木棍嘅一端，左手輔助右手向後伸，維持5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可以練習1至3次。記得運動嘅時候以微痛為限，避免過分拉扯肩膀，刺激加劇痛楚。肩膀外展，同樣用右手捉住木棍嘅一端，左手輔助右手向外舉起，維持5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練習1至3次。肩膀外旋，首先兩隻手平排捉住木棍，曲起手去到手踭嘅水平，全程右上臂係要貼住身體，利用左手輔助將右手向外轉，維持5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1至3次。注意過程中係唔可以舉起手臂，應該做旋轉嘅動作。當痛楚程度有所下降，我哋就可以開始進行伸展運動。呢個運動可以有兩種做法，分別係坐喺台邊，手放上台面，身體向前傾，向前伸手，又或者將手扶住牆壁，沿住牆壁向上滑，直至感覺膊頭有輕微拉扯，以微痛為限，維持10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練習1至3次。伸展運動2，同剛才嘅練習非常相似，呢個動作都係有兩種做法，同樣都係喺台側邊，又或者對住牆壁做，只係將伸展嘅方向由前屈改做外展，維持10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練習1至3次。伸展運動3，首先我哋需要一條毛巾，左手揸住毛巾嘅一邊放喺膊頭後面，右手反去腰後面捉住毛巾嘅另一端，左手向上拉動毛巾，感覺右邊膊頭輕微拉扯，就維持10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練習1至3次。伸展運動4，同剛剛嘅練習左右手交換位置，右手執毛巾放喺膊頭後面，左手喺腰後面捉住毛巾嘅另一端，
用左手向下拉動毛巾，伸展右邊膊頭，維持10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練習1至3次。伸展運動5，首先曲起右邊手踭，舉起手至到膊頭嘅高度，然後扶住門框，左腳踏前一小步，然後將重心向前傾，感覺右邊膊頭嘅前面輕微拉扯，維持10秒，重複10下，每日練習1至3次。除咗要拉鬆返膊頭之外，我哋亦都要強化返肩關節嘅肌肉。首先準備一個適當重量嘅水樽，右手拎住水樽，向橫咁樣舉高，至到膊頭嘅高度，重複10次為一組，練習1至3組，每星期進行3次訓練。慢慢大家亦都可以增加動作嘅幅度，將水樽舉高至到頭頂嘅位置。不過大家亦都要記得，做運動之後係唔應該增加痛楚，應該只係感覺有少許肌肉疲累，咁就正確啦。肌肉鍛煉2，右手拎住適當重量嘅水樽，然後向前舉高水樽，重複10次為一組，練習1至3組，每星期進行3次訓練。肌肉鍛煉3，今次我哋將水樽垂直咁樣舉高，重複10次為一組，練習1至3組，每星期進行3次訓練。肌肉鍛煉4，首先向左邊身側臥，右手拎住水樽，保持右上臂貼住身軀，慢慢轉動右邊手臂，提高水樽，重複10次。練習1至3組，每星期進行3次訓練。肌肉鍛煉5，首先舉起兩隻手去到頭嘅旁邊，收緊肩胛骨，打開手臂，維持5秒，重複10次，練習1至3組。之後我哋保持後拉手臂，同時上下咁樣移動手臂，重複10次，練習1至3組，每星期進行3次訓練。除咗以上嘅強化運動之外，大家亦都可以參考橡筋帶肌肉鍛煉運動呢條影片，去進行更加多嘅上肢肌肉鍛煉運動。恭喜你已經完成晒一整套嘅肩周炎復康運動。肩周炎嘅復康之旅頗為漫長，當中嘅運動訓練亦都係非常重要。希望呢條影片可以陪伴大家早日康復。如有任何疑問，請向你嘅醫生或者物理治療師尋求專業意見。